網語第一火，尚能燒大海，放燒網語人，猶如燒草木。呢個係來自《正法念處經卷》第9。呢句咧係警示我哋咧，世間最猛烈嘅火咧，莫過於網語嘅。這種嘅業火大到咧能夠燒乾修行人如大海般嘅功德水。當中咧業報嘅出現嗰陣時咧，説謊人就好似咧枯乾嘅草木，瞬間之中咧會被焚毀，陷入無盡嘅痛苦嘅。今年成今年先會演出咧古老戲武重嘅選段，後會演呢就係新編嘅中編劇。我們不是武大與今年，惡口如刀，戲論相生。反濫嘅時代咧，願我哋咧都能夠慎言慎聽啊！咁呢場嘅演出咧係具備傳承嘅意義嘅。咁啊，今次得以順利舉行咧，我哋都要特別多謝東蓮國院嘅牽頭同埋促成嘅，連同多個佛教團體，包括咧法語精社、法源精社、法雲蘭藥，能夠咧透過咧香港靈霄藝傳贊助青靈霄呢一場嘅演出，體現咗咧宗教同埋傳統藝術跨界合作嘅精神㗎。我哋依家就隆重恭請香港靈霄藝傳嘅主創代表、創會主席高潤雄先生、創會董事謝曉瑩女士，同埋咧我們不是武大與今年嘅藝術指導藍鳳小姐 MH， 同埋我哋藝傳嘅顧問之一高志森導演，請佢哋義育部到台上。接住咧，我哋誠意邀請東蓮國院院長增設法師義育部上台，代表東蓮國院接受感謝狀，並且咧有請陳浩輝先生陪同上台嘅。現在我哋有請藍鳳小姐 MH 頒發感謝狀與東蓮國院代表增設法師嘅，以表今次演出嘅謝意。我哋咧衷心感謝東蓮國院院長增設法師一直以嚟咧就對藝術、對粵劇藝術嘅關心同埋支持嘅，同埋以及咧就對香港靈霄藝傳嘅鼓勵同埋扶持嘅。早前呢，東蓮國院建院90週年之際呢，我哋首次合作就係《識妖記》，讓我哋咧可以有機會咧透過舞台咧探索傳統粵劇同埋佛教文化嘅深層連結嘅。增設法師咧多年嚟咧都係致力弘揚佛法，積極去推動佛教嘅教育、文化傳承同埋咧社區嘅服務嘅，並且咧致力係將佛教咧嘅傳統佛學同埋咧現代生活係相結合嘅。增設法師現任咧就係東蓮國院院長同埋董事，寶蓮禪寺方丈，並於咧多個佛教團體擔任重要嘅職務嘅，喺宗教同埋咧文化領域咧極具深遠嘅影響嘅。今次嘅機緣咧，我哋香港靈霄藝傳有限公司咧在此公佈，並且咧進行委任儀式，頒發委任狀語。我哋今日嘅非常榮幸能夠邀請到佢擔任我哋嘅榮譽顧問，期待咧增設法師未來咧能夠進一步推動粵劇同埋佛教文化之間嘅交流同埋創作嘅。咁依家有請高主席係頒發委任狀語增設法師嘅。好，我哋望一望前面我哋嘅大會攝影師嚇，非常之難得，而且咧係極具一個紀念價值嘅時刻嚇。此外咧，我哋都非常之高興可以咧同時委任陳浩輝先生擔任我哋公司嘅發展同埋對外事務嘅顧問，期待未來咧文化推廣同埋跨界合作上面咧會攜手並進嘅。現在有請創會董事謝曉瑩小姐頒發委任狀語陳浩輝先生。咁啊，依家我哋不如就恭請香港靈霄藝傳嘅榮譽顧問增設法師為我哋致勉勵詞，有請增設法師。大家晚上好。咁啊，我哋台上嘅最高嘅策劃者咧喺度啦，表演者喺度。咁我哋真係好有姻緣，能夠咧將宗教啦同埋我哋中華文化咧能夠透過呢個粵劇藝術咧能夠呈現出嚟，尤其是今晚嘅演出咧，高主席啦、曉瑩啦，同埋一眾嘅人咧去策劃今晚呢一個嘅粵劇咧係唔簡單，因為又好新鮮，大家咧好有一個叫做期待心、好奇心咧嚟睇呢個演出。咁頭先咧，我喺台後咧有同阿曉瑩講，我話你今日呢個粵劇咧就似我哋佛經，我哋咧佛經咧有咩咧？是名佛法
即非佛法。即使咧有啲否定嘅，從呢個否定當中咧，其實我哋喺生活當中咧，其實都有好多嘅否定嘅因緣咧，我哋要對待嘅。咁透過今晚呢個演出咧，我諗有對大家嘅現場嘅觀眾咧，有好大嘅啟示，乃至到咧我哋希望用心去欣賞高主席曉瑩一眾咧咁用心去策劃今晚呢個內容，同大家咧係透過呢個演出咧同大家分享。咁先多謝。還有就係我諗我嚟呢度係學嘢嘅，我俾意見咧，我諗咧我要點樣咧？透過今晚咧嘅開始學習咧，我哋大家咧希望用宗教用埋咧文化藝術一齊去交流，希望咧讓我哋嘅香港嘅社會咧能夠更多人咧去認識粵劇多謝大家。非常感謝曾設法師嘅開言。現在恭請各位嘅主禮嘉賓留步，我哋咧依家就邀請今晚嘅一眾演員，包括譚詠麟、吳立希、郭啟輝、周樂彤、沈柏全、鄺子煌以及咧張少麟一同到台前咧進行大合照嘅。同埋咧喺儀式圓滿結束之前呢，我哋都會誠意邀請香港凌霄藝傳有限公司嘅創會主席高潤雄先生為晚會作致謝詞嘅，有請高主席。各位嘉賓、各位觀眾，大家晚上好。我謹代表香港凌霄藝傳，衷心感激曾設法師、陳浩輝先生以及各位佛教界同仁嘅支持，讓我們能夠喺粵劇嘅創作中注入更深層嘅文化同埋精神內涵，同時亦都感謝所有台前幕後嘅手足，以及今日到場嘅每一位觀眾。此外，我亦都感謝今次演出嘅藝術指導，我嘅姑姐藍鳳小姐，佢係指導我哋今晚新編中編劇嘅《我們不是武打與金蓮》，同埋另一位藝術顧問輝哥阮兆輝先生，係指導我哋嘅古老戲武重嘅選段入邊，其中包括打虎同埋獅子流。呢兩位前輩咧喺粵劇藝術上嘅深厚造詣同埋經驗咧，為本次嘅創作提供咗好重要嘅專業引領，亦都讓到傳統嘅藝術精髓咧得以更好嘅承傳同埋呈現。我哋相信粵劇咧唔只係傳統藝術，仲可以回應當下，承載思想。今年聯成今年正是一個新嘅嘗試。透過古老戲同新編劇嘅並置對照，一一咁樣呈現以官話演出同埋傳統古老戲啦。另一方面以新編劇重新詮釋嘅人物同埋故事，讓觀眾欣賞呢個兩個劇呢之中嘅對比，對粵劇產生一個新嘅理解。喺未來，我哋希望繼續推廣粵劇唔同嘅文化領域交流，特別係同佛教文化嘅結合，同時培育更多年輕嘅一代，讓呢個藝術得以延續同埋發展。多謝各位，非常多謝高主席嘅致謝詞，多謝各位主禮嘉賓同埋演員。